请问台中真有名的点心傻瓜干面，伊这名是安怎来？恁敢知 ？A. 口味较无咸正 ；B. 什么人拢会晓煮；C. 甲台语的迄个谐音有关系。我感觉唔是 C， 你感觉唔是唔 C 是吼？ C， 伊 A 甲 B。哦，你感觉口是不是味？ B 啊？我是感觉是 B 嘞，较无对啊但是那有可能啥物人拢会晓煮？迄就是安尼凊彩甲伊，安尼你感觉四界拢有人咧卖这对啊？沙啊，是迄台中人豆油甲台中口味较无较无咸正。较袂咸是伊家己放上的啊。嘿，哇，番茄饭嘿啊是不是？我唔知。你捌食过哦？我唔捌食过。我是感觉是 A 啦，你是感觉是 A 啊？台中人较无咸正。台中人哦，新名啊，但是我感觉应该是相信台中人我感觉吼是。A，因为伊就是无放啥物物件，伊就是大米尔。是。嘿，爱放啥物放啥所以我嘛咧 A 甲 B 咧想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确定我的答案是 A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口味较无咸正，对唔对？一班呢？嘿啊，你说伊口味是安尼吗？对啊，好，机会来啊啦！救哦，很难呢。啊，真正要救很难很难，对。迄是无遐咸。海音。谐音。是哦，拼落啊！好啦，是啦，我可以啊。三过年啦。啥鬼呢啦？娘啦，哦，好，然后那个傻瓜相机咪傻鬼相机，无共。是哦。哎，无共款的傻瓜，嘿。哦，来，咱今晚先傻瓜。是安尼5000好不？5000啊！好，咱来看一下，伊的答案是甲台语的谐音有关系，对唔对？来，老师解释一下。啊，这个傻瓜面伊是台语的谐音，因为这个傻就是傻物件的傻。咱平常时咱若去叫烫青菜，咱就叫我傻菜。啊，你白斩鸡，咱就是土鸡吧，毋过你买当讲傻鸡吧。傻，因为啊，个傻番麦，啊，个来迄个瓜是啥？就是一点点啊，譬如讲一瓜物件，啊欠瓜钱，还是讲添瓜嫁妆，哈，所以傻瓜面就是烫一点点面，撒一瓜面。